人生自簡，做好3件事，過好呢一生。有人話人生得生同死2件大事，由生到死呢段路就係我哋嘅一生。亦有人話人生最關鍵嘅其實得3件事，即係你嘅事、人哋嘅事同埋上天嘅事。呢2種講法表面咗好似唔同，但實質有住內在聯繫，都冇含住對人生嘅深刻洞悉。生同死係人生嘅起點同終點，係我哋冇辦法逃避嘅必然。由出世嗰一刻開始，我哋就踏上咗人生嘅旅程。而死亡就係呢段旅程嘅終點。又有啲人話死咗都唔關我事，過咗今日先算啦。喺有限嘅時間入邊，我哋經歷住喜怒哀樂，體驗住人生嘅酸甜苦辣。正正因為有生同死嘅界限，我哋嘅人生先變得有意義。我哋先懂得珍惜生命入邊嘅每一個瞬間。就好似古人講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對生嘅思考，亦都令我哋更加敬畏死亡，對生命有更深嘅感悟。而將人生嘅事分為自己嘅事、人哋嘅事同上天嘅事，同樣俾我哋提供咗一個獨特嘅視角。自己嘅事要我哋用心去經營，我哋要為自己嘅夢想努力奮鬥，為自己嘅生活負責。喺有限嘅時間同精力裏邊，專注提升自己，不斷學習新嘅知識同技能，令自己變得更加優秀。做嘢要盡心盡力，唔好敷衍，唔好推卸責任，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，先可以喺工作上取得成就，實現自我價值。好似法國作家 Romain Rolland 講嘅：世上得一種英雄主義，就係佢認清生活嘅真相之後，依然熱愛生活。面對生活入邊嘅困難同挫折，我哋唔好抱怨，唔好放棄，積極揾解決問題嘅方法，呢就係對自己負責嘅態度。人哋嘅事，我哋要學識尊重同理解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活方式同人生軌跡，我哋唔可以將自己嘅想法同價值觀強加俾人哋，唔隨意干涉人哋嘅私事，係一種修養，亦係一種智慧。當我哋尊重人哋嘅選擇時，亦會贏得人哋嘅尊重。喺同人交往嘅時候，保持適當嘅距離，唔好過度介入人哋嘅生活，俾人哋足夠嘅空間，咁樣嘅關係先可以更加和諧長久。我哋希望人哋點樣對待自己，就應該點樣對待人哋。上天嘅事，我哋要學會坦然接受。人生有好多事係我哋控制唔到嘅，好似天災人禍、生老病死。面對呢啲改變唔到嘅事，我哋要學會放下，保持樂觀嘅心態。就好似蘇軾話：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。生活入邊難免會有唔如意嘅事，我哋唔可以俾呢啲事影響我哋對生活嘅熱愛。我哋要相信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只要我哋保持積極嘅心態，就一定可以渡過難關。人生雖然複雜，但如果我哋可以認清呢3件事，做好自己該做嘅，尊重人哋嘅選擇，接受上天嘅安排，或者就可以活得更加從容自在。喺生同死之間，用積極嘅態度去面對人生每一個挑戰，去體驗人生每一份美好，咁樣先唔負此生。有人都話年嚟終虛，變幻莫測，你幾叻都要跟上天嘅安排走。風水唔係迷信，係古人嘅應用物理學啊！你信唔信？依家好多人都會喺你個電話號碼去評估你嘅性格同能力。電話五行俱全，上網功能配合，離中虛特質，所以已經成為現代人廣泛使用、增運最強嘅隨身風水物啦。